如何去天堂？大多數人相信他們會進入天堂，因為他們是一個好人。聖經不同意。羅馬書第3章第23節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。啟示錄第21章第27節，凡不潔淨的，並那行可憎與說謊之事的，總不得進那城，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。聖經說我們都犯了罪，因此不配得樂園。一個可怕的命運等待所有未得救的有罪的罪人，在他們死後，在地獄裏的永恆。當未得救的人死時，他們立刻進入地獄，帶着永遠的懊悔、折磨、羞恥和恐怖。路加福音第16章第22至24節，後來那討飯的死了，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裏，財主也死了，並且埋葬了。他在地獄裏受痛苦，舉目遠遠地望見亞伯拉罕，又望見拉撒路在他懷裏，就喊着說：父亞伯拉罕啊，可憐我吧，打發拉撒路來，用指頭沾蘸點水，涼涼我的舌頭，因為我在這火焰裏極其痛苦。啟示錄第20章第10至15節，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與火的湖裏，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們必晝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遠遠。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，與坐在上面的，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無可見之處。我又看見死了的人，無論大小，都站在神面前，案卷展開了，並且另有一卷展開，就是生命冊。死了的人都憑着這些案卷所記載的，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。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地獄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。死亡和地獄也被扔在火湖裏，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裏。啟示錄第21章第8節，但膽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殺人的、淫亂的、行邪術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，他們的分就在燒着硫磺與火的湖裏，這是第二次的死。火湖是極其熾熱的，所有未得救的罪人有一天都會去那裏，在神為他們所犯的每一個罪審判他們之後，他們只有一個絕望、悲慘、無盡折磨的未來，沒有結束，也沒有緩解，沒有第二次機會，沒有逃脫，沒有喜樂。救恩有一個容易的方法可以避免這件事。哥林多前書第15章第1至4節，弟兄們，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，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，能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，就必因這福音得救。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，第一，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，為我們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聖經所說，第3天復活了。神是憐憫的，主耶穌基督是神的獨生子，是道成肉身的神。他過着一個完美的生活，他從未犯過罪，但他被藐視、被棄絕、被釘在十字架上。他死了，並在從死裏復活之前去了樂園3天。把你所有的信心和信靠都放在他身上，你就一次永遠得救。無論發生什麼，都永遠不會失去你的救恩。